光头人海在奉旨出京啊，到松江抢收海棠。不过来了个脾气也没翻出去，出去交账一窝，私营查访。都说到此松江来了东门外头3里路市云林浪向碰着一位乡下大娘，搭里数十有望，讲里个男啊叫侯月姑，半个月之前到白车子里向烧香为女们围住来，把人家杀脱，身头受罚，真叫死不瞑目。个来了为止龙青上搿桩事体嘛，都是闯进白车子。到这把枪子里向晓得搿桩事又是个黑事，非得强抢名誉，无恶不作，而且通通奸党要满非朝廷，搿个会了得了。现在又想出来不及了，不让红双做了么努力，早是动中，真那生死存亡的规律啊！幸亏一个江湖英雄，民间的义士叫独秋桥，丫头把车子带起洞中，救出海人。而且那了出来的辰光，碰着一个姑娘，这是个姑娘，就是侯月姑。这个和尚采取调包之计，移花接木，努力抢得自由。姑娘分析个，那么老开心。背着大叉脚一条拿姑娘救出去，大叉脚本事大，背心龙响，背子黑人，如果姑娘雷有一个，啪，跳出白车子，根据姑娘指引的方向，先努力送到屋里去，不给上顶，抽跳蹦中，深情似意，一口气奔至3里多路。都给打一口，一批杀鸡，差不多大概得着。那么大菜叫谁一定生气？那个大人，那个姑娘，统统放下来。我不来了做娘，73岁，刚从那大菜这个身龙乡，只顾着两旁边个树木房子，这姑娘飞着个忙中有头去，头混是混得嘞，眼睛也不能张开。现在要紧考了这颗读书，闭闭眼睛，定定神。大概现在讲起来，大概3分钟辰光，那么眼睛慢慢就张开了，一看，一片杀气，大概就是姑娘的屋里。啊，姑娘，大师，这儿可是你的夫人啊？真是的。越过一口自家屋里待着，真想过来爬门了。哎呀，我也想着，自家屋里向家就清爽的，大门进去，慢慢到一个院子，两个房间了，让叮叮三步。我现在爬大门，你非定听得见，所以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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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子晚上对过来，对到这洞里向，什么都对嘛，来开窗。母亲，娘啊！母亲，开门啊！里向个大娘刚正一会醒出来嘛，一两浪裤子。本来娘侬两高头死了一间房间里向，夜里向有说有话有商量，几乎呢嘛。那么现在侬死脱，孤苦伶仃一个子，今朝是侬死脱个儿妻呀。那么别人家讲个，儿妻嘛，死人会得围住来托梦个。老早吃开夜饭不困那床浪向，想让我早点困着。还有啥侬托梦给我，告诉我杀人杀得你嘛，我可以告诉不至于大老爷听，大你深有礼望。非晓得一会醒出来，一个梦也分出。现在眼睛张开来吧，一浪哭着。女儿啊！母亲，女儿回来了啊！未必哪一个啊？娘啊，那是女儿回来了。哈！我得开门啊！石头围住来着。
哎呀，侬不走来嘛，一直浪千几里，侬真正走来，我要吓个呀，那还没阴阳做个子呀，也不能不让你进来的。嚯，女儿你回来了。是啊。叔子们，你进来吧。耶，你门啊不开门，我哪进来呢？啊，母亲，快快开门啊！啊，什么子啊？居住来要开门啊？哎呀，把人家讲居么随风飘荡的呀，墙壁里向插一束人进来着呀，你哪叫我开门？哦，侬写的发上有是新居，不是老居，总不能不不理进来。老太得得瑟瑟上老向起来，衣裳一披，脑子有在乎。妖精出房门，穿过院子，到院子门边浪向，手搭到门锁浪向，嘛，心别天过不停。像侬啊，你还是一个子走来呢？你还是应该里向带两个猪来吓吓我？你把人家杀脱着呀！搿只头还是自家拎了水里呢，还是害人家拎了水里？硬肚皮，拿个门锁往从墙洞里向一推门，啊，大人，内必请。姑娘请啊，请。都出要请啊，还有走就走，什么啰里啰嗦，请啊请啊，走，哈，这个老太太来闻铃出窍啊！哎呦，侬说你应该打两个出来吓我啊！一个把祖祖姥姥土地公公啊，还有一个怕是怕得来青面獠牙赤发红眉，还有三神啊，那是老太吓得来推了地浪向背也背不起这。姑娘们，屋里头两个人请在里向凳子浪向身体坐定。小这个快点归在娘来小恩吧。一看么娘夫拉开，哦，不要再干排上没啥人。大概都到房间里去走，得，奔进房间一看嘛，还非，耶，这人落大气着呢，方才辣海个嘛，重新回到外头一看嘛，两扇大门实堂堂开了海，再在院子里一站也嗨得个嘞，只看看几个娘，吓得浑身辣辣零散动嘛，腿蛋辣辣地浪向，越过眼睛过来，拼命安慰娘。说娘没别好，自家上自家多，能分析有人觉得真的走来这样不是举出娘快点起来吧。老太一听说自家能真的走在不是举出呀？哎呀，阿弥陀佛，最吓人不？那是不吓人，地浪下爬起来，能是个呀？是里向的把祖叔来了，救你能给，可是要小小高。来他大袋里向一看，耶，这个来了么认得怪，那么你里向是原定打我刚咋个？我啥么子啊？口里不出，这个来了说个为是才刚动人黑青天呀，火又不得了啊！来他身浪向会拍一拍勾人，一人真正头发得来搂一搂嘛，一本正经打上一步。哟，嘿，老大人在上，都蒙大举女儿性命，非方人，可惜救命之恩。大人带你看看，我这浪向得来讲啊，10天8日，你到囡个事体不让我身浪向深有离亡。现在当日夜里，侬个囡活生生送到那屋里，我分析信用。哈大娘，你可认识我非？那不认得叫白天水云定结构，怎为不认识？而今你家女儿特喜归家，你下次要留神了。多谢老大人。对你妈妈用法子像我该，我是主管该脑子国家俸禄，应该得百姓办事体。本郎喏，要想旁边个大车就，你不是官，
你是老百姓啊，百姓就百姓，应该谢谢你啊，大娘，不用谢我。大举你家女儿出力再多，是这位江湖英勇杜秋娇，过去谢过大恩。是。关这个半边的人还也小，来他对待着，好啥话就是放在个后头哇，还有10对仆人管，第二个是没啥。突然在身上还没等呀，只包过打扮。哎呦，这张面孔是颜色像啥太多呀？不过别去管理，侬总归是被人家拒改。哎呀，对，所以来他一手打上来，因为心里了让惧怕，所以头都不顾的。小恩公在上，我比方人百岁居民之恩。那么多菜叶龙江他噻，这多菜叶走上龙江当场杀的一点不怕，再怕婆婆妈妈的事体，当女人刚长这个金玉妹子会得领起来。哪么弄不里去噻？哎呀，这个不要这样，我弄不来，弄不来。等你带你给我拿弄不来说出来了，到处讲，礼服不得。真可谁知上去讲2句实话我要讲2句闲话了，大人闲话不要听，那么没办法。张公子这面孔追过来嘛，这个大娘是不要客气啊，这个救你家女儿是应该的，你家女儿呢也是好，大娘这个女儿怎么被你生出来的啊？大人带你妈妈这样拍的把人家废话干。哎呀，大娘，他年纪轻，不会讲话，你不要动气呀。是哪里我嘞？来，他不动气。你是晓得呀人啦，英勇呀，英勇的事实干官，性格海上，讲起闲话来就实来实去。小乐大人，今日里大人光临海山，真是蓬荜生辉，请大人撒手片刻，待我到里面准备的入功夫。真是多谢大娘。是哪里话呢？来他围对沙滩里向，那么娘俩高头来让商量一晒地形。晒得这啥个地形哦？要的没个，下午人家穷啥个呀？少弄出来哇，总算不容易。挖坑是坑，不里都坑出来17只鸡蛋。这个地形随晒是铺鸡蛋吧？那么哪分发你？大人上子年纪不能我话里娘里多吃点吃个5张，英勇呢年纪轻胃口还吃得了，还吃个5张。侬当然不能怠慢，娘里不本当身体还蛮虚的，还吃个5张，来他们自家吃2张。那么娘俩高头一个山后，一个铺台嘛，娘里都让里向忙。大娘真是了，大人的辰光不必浪费，抓紧时间要办公。刚刚大人笑嘻嘻，一点不嘎子么和蔼可亲，现在要办公室，啥上头的面孔。铁背一面孔办公室面孔，杜秋娇哟，拿来什么？大人啊，是什么东西？我没有拿你的东西，这个是嘎子大人，我这方金银在那里身边呀。我在南京油门上向半夜3更等我上房7白得银，第2天毛白赶上白还本我这金银一直在你身边呀。我的这发金银对，哎呀大人我忘了在我身边啊，都差点3个忘记特产。对个呀，本来这方金银现在发不呢，为什么我的自家老弟追兵吃冤枉官司啊！我要大人跟着我到街道里向去，绑着追兵拍胸脯，等来声誉力旺，那么金银还不能。现在大人金银要派用场去，为什么要调兵打破把掐子？不金银不来。
那么有进身边第十只袋袋里向，哪叫第十只袋袋？算叫10袋呀！拿出来一张黄布包，双手一捧，大人呐、这个不好意思，拿了你的东西，害你担惊受怕了啊！这个东西还给你。打，姥再到手里，自然掰开来一看嘛，果然擦了这个黄一方金银，又进去个宝瑞蒙正金银浪下对对，哎呀呀呀呀，聚会了，大出去旁边发动。搿辣辣就啥个名堂？今年么自然包含了海，袋袋里看得蛮好，因不换成一发错。大人，你这个干什么？一向在你的身边，不要过谁17个无来。哎呦，错得个蛮头啊！辣辣我身边过的17的是。那么大人要进金银袋袋里向看一看好。跪下！啊，大人。有话好说，你叫我跪下干什么？不要跪你就说吧。叫你跪下，你就要跪下。啊！公正英勇上英勇对，现在除了地浪向摆二人，把那娘侬两家头看起，哎呀太太，没办法，动人规则，好了多，举下来，拖。哦，大人，我以为干什么？要打2箱橄榄头。哎呦，大人，你打得重一点，不痛不痒，娘子已经难过死了。那洗骨头，为这我打得重点倒是。来了73岁，从自走球头靠了大车就盖来头老像瓜分过人。哎呦，大人啊，你为什么要打我？我哪不要打你？大人想我哪会得到给他松江来？那个上见我的松江来，单独拉的周应龙的儿子周炳生有呀。我一路浪向四上出访，吃子几乎苦头，风调办2船，把那2船浪向的4岁来王八蛋上，来王八蛋斗呢，我扎打一把拎到大船浪向，留下来侬我送到5月衙门里向吃子一夜天官司。后头来出来放我们把那个屋把冷风。一弄我说么再三，再留下来称行如数小人多，先将我老命都去脱。天亮到松江长进8小时，早日同中，搿点苦头侪是为之难吃。我真是不要打你，我打你一个不负责任。好，大人呐、你这个意思啊？大人，你这几下打得我是冤枉。那么多才叫对大人说，我一直在背后保护你呀，你就不晓得呀。一直保护到水云亭下头，听见你的海虹港，一到街了里向去，寻我他金银，张婆你不空，我先到街了里向去。后头来，等等来发来，忙忙来发来，晓得你出事情，那么我飞出街路，到水云亭坐了一个小和尚，弄我领导把车子带起动送举出来。大人，你可是错怪我了。哦。大人一听上不大，大车就一直在背后保护我。我又想，我闯到把车子里向不久辰光，你哪会得晓得？哦，这样一看，的确是冤枉你。哎呀呀，大车家，寻此事来，我错怪你了。起来吧，没有这么容易让我打还，不许得我你。起来。我跟你开开玩笑的。那么多菜要立起身来，大人比浪向一粒么成语了，保护大人。来他的出来着，水里向的这只盘里向2只碗们，每只碗里向5只水铺鸡蛋，还有一把菜了。在外头当心心，都在外头凳子的来通一通。老大人，公。地主来了，不要见笑啊！多谢大爷，乐乐想地心用得上，我前头等饭了啥地方去了？收最吃呀！还有杭州浪向一夜天亮闯到8车子，现在是夜里向1日夜的4味精，都比老早我吃。那么有劲乐乐立起身来，追到小台子边浪向，身体坐定，啥个地心家？一看，水铺鸡蛋，
哈么子，搿样么子非但充饥，外加教课，而且营养补身饥渴。那么了我一路调岗，拿到水里，都出家。大娘客气得很，少了地主，你过来用一些吧。好，都吃了像弄得上，都比我这上有在。把车子里向嘿，等西隆中用出啥个里头？而且公正背一个，给一个，包子上进路，都比我的这背水浪去。最过来一口吧，哎呦，这个就屋里向只光叮咣当稳灵的，各种么子摆到肚皮里向，然后落在锅炉里向寻啊寻不着，不吃为好，一吃更刚我掉回去个。哈哈，大人呐，是我不饿。我不要吃，你自己吃吧。哎，不口水吃，多少来用一些。还有，我不要吃，你吃吧。多少吃一些。好，还有讨厌死了。来，多少吃一些啊？了一口嘛，不个这样。还一直听见你讲三句闲话，等我无非要吃太医啥子，太医啥嘛。你的汤洗不发上一嘟嘟，哪吃法子？了做年头，我吃子半年的吃脱2只，还有3只。年纪轻，胃口好，咁么是讲搿个么子啦？年纪大多吃也不邪乎，让不离吃子吧。我倒要看看你哪吃法子。那么我袋子上向一放，都出家，我吃不下了，你一并吃了吧。哎呦，我不要吃，我要搞个吃了，吃了吧？好，真讨厌。好了啊，你怎样吃法子啊？谁个得了阴沟里向我？唉，想不了。但是个草缸都人害人呀，现在看看大出家，但是越看越欢喜。本来没恨你的，偷偷我今年还我70块。这个小奴我从小口里头，因为你个药大刚王神都重兵，是我从小老友亲过众人把他接成我叫去杀。你自家做过实力保家将军，看出果然黑不融融过阴而走，那么呢，锒铛江湖四海为家。我听说你杀头部，灭奸人，当保复兵。劫富济贫，本是句话大，洞中3度不离抬起来，而且背一个读一个，深情实意，说得好。了再想那里向姑娘，非但马相好，而且有学问，顶顶要紧，刚烈可嘉，冰清玉洁。哎，两家头的天生一对，地人一双。让我来做个媒人吧，但是海人要做媒人者。嘿，你个海大娘，跟别个市里向个亲姑还不一样，不单单对老百姓生有利往，而且啦爱民识子，我老百姓当自家小辈子干，我要关心你多生活，关心你多婚姻了。那么代替都出家，都出家。你吃了人家的东西，你可知道这家人家姓什么？我不知道，我来讲给你听。这家人家姓侯，孟与2人相依为命。姑娘双子月勾，今年20岁了，尚未配亲，都出家。你今年几岁了？小人28岁，可人配亲妃？没有，可要老婆来做个媒人呐！哎呦，都出个一想大人啊，你哪不上心事了？啥个当口做媒人？现在顶顶要紧回到衙门上向调兵苦事。为什么刚正我丫头把车子里向横在留下来不少？洞中里向的奶奶们不个在，姑娘们不见特在，小和尚们把我杀他自己个在。
倘若晓得有人来过，做好准备，来打起来蛮困难。你像机关重重，门道叠叠来，真美人这倒是。哎呦，大人呐、现在什么档口了？做媒人。哎呀，我跟你说，大人，我一年纪还小，二这个无仇为报，奸臣为除啊！将来拖男带女，拖女带水，这个讨厌死了。哦，我不配啊！都出家，好有志向。不过你虽如你之不大啊，你倒也不善良。今年28岁了，你要保我人，这也不难。西派姻亲，妻妹背当，将来少没群集，不是爱定丰功倍足，再迎背当，岂不是两全其美？杜出家，姑娘好得很，你为是应允了吧？哎呦，大人，我不攀，要攀你自己攀。我对你妈妈要死靠着，这才将我攀进。你该讲谁声不配？不攀，我就是不攀。好，我力请上方，将而再续。上不上不攀这个啥头啊？大人，刚到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你为什么要杀我？你家人家王花闺女，绿袍在身，分明调戏于他，真是无罪。哎呦，但也不晚。大人呐、是你叫我救他的，我有罪，你先有罪，你是主谋。唉，杜秋家，这位姑娘好得很，你为是应允了吧？哎呦，大人呐、你问我干什么？你要问问人家姑娘怎么样？哦，懂人懂着，为啥？都出家生意的虚，咱面孔挪荡不出，丈夫不人家发答应回头你，难为人个。我来同他们商量。哎，来趟出来做啥么？来水壶再搞啥个？一样么子，洗了只玻璃，布一得，刚正想往正里向吹进去。哎，大娘，姐妹，东西放下。我有句实话要与你谈。哦，月亮嘴我也讲，不必过一过门，身体受点。大娘，你家女儿今年20岁了。是啊，可人配妻么？分了。前2年么囡身体一直发汗，去年么碰上一桩不巧的事体，让男人死脱。那做媒的人是乖乖哦，但是你个男士也刚死，婚事不开理，礼数情绪也改。哎呀，囡啊，闹得太少意思。为啥么那后上市里向进去过14日天？这桩事体传出去，说起来总会难听些。不被人家讲话嘛，咋晓得说起来你那还桩事体叫？哎呀，侬啊，这个配汉亲，我看你要太少一个罪。说老大人有所不知，像女儿终身只因他也自己开宗，故而实在今天嘛，为别人配对姻亲。可要老夫做个媒人呐！啊，是你才讲动人做媒人啊！哎呀，可是做出来的媒人肯定不为推为官。说多谢老大人待，为仙女做法为美，但不知是哪一位王孙公子，谁家的官为儿啦？这个大娘去怕到多了海湾，要么非要配到王孙公子不为儿郎。哎呀，大娘啊，挑女婿为秀的秀三姑，不为秀的秀状元。啊，王孙公子不为儿郎，美之名，福之实。自己身色出马，出自表度，将来家财好人，父母一死，王孙没落，奈何不奈何？
他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扎枪，剑不能挑，手不能提。难道我能将你家女儿许配这样的人家吗？于大理到底才讲大人，对怪王生公子看爷娘吃爷娘，于少代理讲，那龙达之地手吃山崖空，不应该学老大人以之于理。你放心就是，我做的媒人不会错到哪里，他有非常之智，非常之才，将来前途不可估量。我说得好没有用，好的人在旁边，你自己开过了。说么子？这个人随郎给到屋里向，连你都进来没有清爽，只有2个，非有第3个坏。说人家对大人不比一个大强奸，哎呦怕得嘞！你看呢，青面孔红头发，2只两眼，哎呦不来怪，我也不中意单身男娃，但是错看大人做个媒，讲不灵也说不出口，所以尴尬之面孔，这。做啥家？以前是只面孔，搿只面孔18个50个我不这样了还会。你可是以他难看呀？哈可总不记得了还。为啥？为啥不就是不看来哇？哎呀，都出了搿只面孔，那表示的难看啊！难看当中再标记了还啊！那个大娘了，我好好叫他来谈谈。哎，现在讲起来要等你格格如此了。侬啥毛病？不请郎中不吃药，吃香灰就西方西施，先叫我性命都送。现在配称嘛，王生公子官为郎。想想我自家的爷娘，还不过海南的足足5个呀，永不花头的。大娘，小老嘛与你初次相逢，有几句不中听的实话，你听了之后不要动气呀。大人请讲。大娘啊，你们乡邻们我此时否心相遇红一个怎么能遇见我的刀他们虽为是身影相当得知得见必与我情谊受尽而分工，今日特西回家走，你把他带过终身，带随后后返扎扎结死老。个姑娘把那和尚抢到寺院里向整整14天。虽然我晓得冰清玉洁、刚烈可嘉、分身容和尚，但是外头人不晓得。被人家讲起来，个姑娘天里2声好是石头好的，只不过把那和尚抢到寺院里向14天，咋晓得哪还被炸了还？不留下来配亲，蛮难配啊。想起了昔日乌云生头愁，军人仓促走上东，
桩典故拨你听听。别人家不晓得，你虽然个高小，你有点学问大概晓得。战国辰光，欧子熙架子红国兵，拿楚国灭脱，拿楚平王鞭尸300嘛，这王只好大难。那么大难个辰光，想到自家宫里向还有个妹子了，对文武官员讲：立位大人、中尉将军，啥人逃出去个辰光，拿我个妹子一定要救出去。搿些辰光，文武官员只顾自家大难，啥人来顾虑那个妹子？只有一个人打出来，五背之小，华大夫，面孔难看，长得矮小，而且背心浪向多一块，是个大背，叫中举。这头大王，我们不加救，我拿我公子救出去。那么我公子背身浪向一背，逃出楚国。与那申宝喜亲热心灵哭，用兵猛将所动怒，身躯之心几可攻。申宝喜哭心灵哭，彻夜彻夜哭得心惶感动，家兵不离。那么拿欧子熙的兵赶脱，这王身躯复国。这王与人生复国，那文武官员功绩多。每次宫中有位家，要修一个如意郎君，亲模样，百姓生终身我。那么这王想了自家的妹子啊，30多岁子，那么哪时间还会发点的配亲呢？因为爷娘在唔不，随上一个妹子，对妹子好，就是小爷娘。不过再一想，哎呀，年纪大着呀，对哥哥对过到青春83个，总归不是自己。那么对妹子说，妹子啊，阿哥做主啊，等你配亲上，你手上老想改。王生公子官位而郎，你看中告诉我做主，我乃配不离。但是你个妹子，啥人也分享着，千改万改，改这个刺头黑眼，背心浪向多一块个朋友中举。那么本人搞不懂，公子啊，你条件这样好，你哪敢理你？公子两句闲话来得个有道理。想起了昔日中举，拜服我，齐天后发做上风。当初辰光我来为难，别人家侪不救我，只有你救我，说明你个良心好，而且你背着我踏出去，我身体不离碰着着，应该告不离。搿句闲话老法头里行得通，摆到现在是行不通啊！拿地铁去称称看，上下班辰光三股装沙丁是俺装进去的，前胸退后班侪要碰着的，碰了子侪要配进，搿装就会弄得落个啦。你家女儿是所无此身具有出，只怕女人想想也风声龙。你们许看他忙而去，他的姊妹多，心有喜得其冲，少美军旗披公风，不一个想想功名后在后，你们两家送真玉门后。讲不讲与我，听不听在你呀。薛老大人，今日是此夜将琵琶人貌色登开，
不过婚姻大事，我还做不动这个呀。为君我儿意下如何？你去同你家女儿说，我做的媒人亲密应用都出家，他生是的。是，来他答应上忙着理想，最近来看见那么眼睛们。儿啦，想大人不都将你举出，如今欲为你做把为媒，谁是这一位亲密应用都求见？那好了，我看你没破高，你也中意家。为娘见他忙而去了，不知我儿意下如何？公娘一听啥么子？才刚到人做把为媒，刚个朋友谁是大小姐？还有哪位人哦？面孔长得凶凶嘛，眼睛对得来人一人淡。别个虽然面孔长哦，心里可问大人。啥不是啦？你当你读书相公啊？你当你说实习生？你当你侯国良？这只要上午抢着问你啦。我老是你毛像是没好过。我也没好了，老子。月公考我，像娘那不是好啊！跟你想多巧绝，一个人举起两高头，最让我面浪向实力并济。啥人给这种本事叫？给这种本事嘛，拿将来说能为国尽力。须知沙上积功，定能烈烈轰轰开个用。况且说顺理成章快，答应开。哎呀，别个答应没哪讲法呢？实明是把智囊是说不出关。你想嘛，现在他微微的开不言，不晓得哪副讲嘛，来他不动呀。儿啊，据说怎样？咦，娘娘，我别他的没清爽子哇，还是男女会分动啊？干么子看？娘娘在清爽的，
个越过杀杀头的呆子娘，他一手一色走家用，这应云行在你的村。来趟人跟带个，对呀，那是明着把讲出来。你现在头上西洋面孔长得凶凶，到底哪桩事体呢？我少龙害死呀！答应没答应？不答应没不答应？所以回头再说吧。日骨子说到底了，来趟对个生婚是自家不中意了还，所以为单高头小。嘿，老大人，娘，你家女儿她怎样啊？哎呀，别去说了，受此这般，我家女儿竟一言不发呀。哎呀呀，女儿家的事情倒十分的内排呀。是哇，今我再三采问，龙达这地们，对我微微一笑。哦，哈哈哈哈哈哈！你家女儿应允的了。大人怎样去小女？要知上下日，虽闻古来人，我们都是古来之人呐。爹里妈妈大娘那副聪明着呀，三姑娘家子那里配亲么，真怪难为人呀，面孔长无都认得，微微笑么在了孩子。不记得袋子呢，来讲讲，娘，我老早想讲不离这又不是13点了，这样一来嘛，热了孩子，多出讲，也是你的造化，姑娘应允了，那拼不过去，说说应聘，哎呦，要应聘啊，我有份准备，大人啊，我没有东西，哎。你再想这么一想，大人，今天是没有，你明天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要是把事业去推着啊，在我身边不可如此，要规整徐徐。都人带你忙忙呀，用不着实用的个么子呀，来发头的红叶为美，革金为品，那真正弄改革这衣裳上向，很快布掉掉下来，作为新物也可以。你再想这么一想。哦，这个，我想想看啊，这个，哦，有了，董才家想着，奖金其他里向一只几发钟拿出来，头发盘一盘和奖金上去一倒，拿到水里向，哎，大人，我不好意思，今天没有准备，这个东西拿不出手，你看看看行不行啊？大人打这到水里一看，哦哟！搿只七八种现金的，从现在讲起来，句金，头一两送得了，还要拿不出手，都出讲，你这个东西多少钱买来的？而且我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不要问我，我弄不清楚。哦，对个，你个么子弄不清楚的。要紧拿个七八种，高不大娘，都出讲，快去机构你家。岳母大人，什么还要叫什么？叫岳母大人？哎呀，我叫不出口，大人你带我叫算了，也是法子。我带你讲，73岁为上面了，不可如此。过去，哦，哎呦，哪怕都出就弄浆子，搿张面孔胖红出来，青面孔用比紫光颜色。头么绕闺蜜啊，身体么绕闺蜜，人家高里边那个腰30，我叫不出口啊！我磕一个头没有关系，我跟你磕一个头啦！不，哎呀，一手快请吃！哎呀，不要碰我，有马当有气，动手动脚干什么？抖音店里看看那动菜的十万副强的了，下副了不拉的？那么抖音这个男人做大汉呢，再汉吧。我当小夫妻结婚之后，还有夫妻来得恩爱。哦，一个做年头，啥人生活男人难看啊？杨某，我不敢来得个等样来。那趟就压力下，生面孔不那个围住来，带动参加这面孔，西莫西想看，哎呀，天发觉着一起个，哎，有口头个。
所以男人顶顶要紧，不是面孔，而不是铜钿。顶顶要紧，要有本事，这个么子真该肚皮结束，清贫下当。